题目开始进前，咱先简单介绍日语的资料。这个语言的使用者主要在日本国内，岛内底侵蚀的部分是日本这个国家的位置，其他浅蓝色的部分表示在这个地区日语是因重要的少数语言。以下附上这个语言的语系表，会当看出讲日语真特别，因为伊家己成做一个语系。这题要探讨日语的研究化 （palatalization）。后一页，咱会看到一寡日文的词，在这有几点要甲大家提醒。第一，日语的词是属于牙槽突擦音 （alveolar affricate）。咱会当将词摕来甲碗边的这个区牙腔突擦音 （palatal affricate） 做比较。另外，我用中括弧甲框起来，这个音虽然看起来有两个符号，不过咱爱将伊当作是一个单独的音标符号，伊的发音就亲像日文 tsunami 起头的音。第二，日文本身无 t 甲 t 这两种发音，就是讲日文的卡纳他这撮是他起出贴托。不是他踢土贴土，这是题目予咱的语料。任何的部分是每一个字对应的英文意思。畳、友達、うち、手紙、とても、男、父、机、手伝う、下、あと、待つ、夏、包む、地図、型、建物、手。这题问你讲，为这份资料来看，特、去、次，敢有互补分布的现象？B 这题爱你描述这三个音分布的情形。但是，咱会当用文字来描述，再搁用语音的属性来描述。C 这题爱你分析这三个音，判断因几个是音素，搁倒几个是同位音。D 这题爱你写出下骹这几个日语的词类，因的音素的标定是啥物货 ？Phonemic representation。而且，小等下你会拄到除了特、次、去其他的音，这个时阵你就要先假设讲，这个音因的音素标定，甲因的语音标定拢同款。简单讲，就是讲，小等下你若拄到除了这三个音以外的其他发音，你会当拢照抄，唔免改。大先头一步。咱来找最小变异组，我甲所有的单字根据这三个主音分做三组。日语内底一个主音加上一个母音，会成做一个音节。伫这，我甲三个主音加上后壁的母音，同齐甲变做粗乌体，佮甲三个音个别标上无同款的色水。观察了后，咱会当发现讲，无法度找到任何的最小变异组，所以真有可能讲，这三个音确实是互补分布。第二步，咱来检查这三个音出现的语音环境。根据咱的观察，会当发现讲，特这个音，伊的后壁出现的母音，有可能是 R、A 还是 O。去这个音后壁出现的母音，敢若会当是 E。次这个音后壁出现的母音，敢若会当是 U。所以，咱会当结论讲，这三个主音因分布的环境拢无同款，所以因正是呈现着互补分布的情形。第三步，
咱来归纳这三个音因所分布的环境的情形，为这5个母音喙齿发音的位置来看，接伫主音特后壁的啊是假母音 ，a、o 是中母音，接伫主音气后壁的 e 是关键母音。接伫主音词后壁的u是关后母音。另外，咱嘛会当用非主音性这个语音属性来描写这5个母音。第三步。咱来归纳这三个音因所分布的环境的情形，为这5个母音喙齿发音的位置来看，接伫主音特后壁的啊是假母音 ，a、o 是关中母音，接伫主音气后壁的 e 是关键母音。接伫主音词后壁的母是关后母音。另外，咱嘛会当用非主音性这个语音属性来描述这5个母音。刷落来，咱来用文字来描述这三个主音分布的环境，就会亲像安尼：是这个音出现伫 e 的头前。词出现伫u 的头前，特出现伫其他的状况，就是讲剩的迄三个非原母音的头前。过来，咱来用语音的属性来描述，就会亲像安尼：是这个音，伊会出现伫非主音性，而且是非后母音的原母音的头前。此这个音，伊会出现伫非主音性的关后母音的头前。特这个音，伊会出现伫非主音性，而且是非原母音的头前。第四步，咱即马要来判断讲，这三个主音倒一个才是意识的形式。根据咱这张表格，会当知影讲，这三个主音因呈现的是互补的分布，而且呢，因为特这个音伊的分布的环境是上介宽，所以呢，咱就将伊当作是基本的意识的形式。第5步，咱即马爱来描写为音素标定转变做语音的标定，这个过程所需要的规律是安怎？若是用文字来描述这个规律，就是安尼：特这个音素，伊出现伫非后母音，而且是原母音的头前，伊会变做是这个音。特若出现伫关后母音的头前，伊就会变做此这个音。咱若用符号来描述，就会亲像下面安尼。这也是题目上尾啊，互咱的。才有几个日语单字的语音标定，请你写出因的音素标定。所以，咱会当用咱家拄仔找出来的规律，甲特、次、去这三个音，拢总变转来特这个音素。红色的标示的所在，代表讲原来是去这个音。即马咱甲变做转来特这个音素，若是标示的所在，代表原来是次这个音，即马甲转变转来特这个音素。若讲原来就是特这个发音，当然就维持原状，唔免改，所以咱无特别用色水甲标示出来。刷落来。咱会当来详细讨论这三个音的关系。这三个音的位置，我用红色的箍仔甲框起来。根据咱拄则的讨论，特这个音素
会伫特定的语音的环境，才会变做词甲句这两种音。即马咱来看正手边的青色的箭头，咱会当发现讲，特这个发音为原本的牙舌音变做硬腔音。这个过程，语言学家就甲叫做硬腔化 （palatalization）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讲，这个题目是甲日语的硬腔化有关系。即马咱会当将日语甲 Korean、Greek 做比较。伫 Korean 是这个音拄着后壁的 e， 伊就会变做是；伫 Greek 可这个音拄着后壁的 e 也是 a， 伊就会变做这个音。和这个音嘛是安尼，拄着 e 也是 a， 伊会变做 he。这三种过程拢是硬腔化的现象。